会使讲晚安啊无？啊，伫因厝诶，当来看一本册，册名叫做《101种克服拄久诶绝招》。另外一方面，大հիմ看起来足忝、足想要困诶，手骨牵着伊诶布翁仔，对人讲：我从来毋捌遮尔忝过，我袂输会当困咧几落礼拜，甚至几落个月。毋过煞甲伊颠倒变，精神真好。伊讲：我从来毋捌遮尔清醒过。毋知隔壁的大հիմ咧做啥物代志？这个时阵，大հիմ当要摕咧，甲米酒批甲咧，只想要困诶，总算摕落啊，真好。大հիմ，是我啦，紧来开门。有啥物代志啊？我已经要困去啊呢。我足无聊诶，你陪我耍好无？来耍抓牌啊！无爱。看电影？无爱。弹吉他？无爱啊。拍水果冰霜？无爱啊。开讲讲闺蜜？无爱啦。耍抓牌啊？你讲过啊。轮流讲故事？无爱啦。你着互我困就好啊啦。好啦，安尼个晚安啦。真无简单，才甲请出去。大հիմ随爸去眠床，摕咧准备要困我的眠床，真好。这个时阵，窗仔边煞出现的影。喂，大հիմ，是我啦，你隔壁的啦。本底强要困去的大հիմ，听到甲叫，目睭行甲随八金。你到底要安那啦？我想要做饼啦。会当借我糖吗？袂使。牛油？袂使。米粉？袂使。盐？袂使。牛油？你讲过啊？安尼也无规矩，甲你借饼好啊？袂使哩！我讲晚安。大հիմ即摆真正生气啊，甲伊吼出去。迄只逐不时拢来甲我吵。我看我爱换一个厝边才会使哩。毋过即摆想我，你讲这个讲我要来困啊。强要困去的大հիմ，这个时阵突然间感觉家己的鼻啊，敢若有啥物物件
雄雄感觉敢若有物件徛伫伊的面头前，所以惊一个目睭白互金。你是安怎入来？原来是突然间出现伫伊的面床顶，嘛去互伊踹一个，惊甲跋去面床骹。伊甲应讲：“我有幽闭的锁匙啊！”大熊生气咧讲：“迄是紧急状况才会当用的，即马就是啊！啥物？你讲啥？啥物紧急状况？我的喙受伤啦，你有看到无？不准你过来甲我吵！出去！即马就出去！毋过，我讲过啊，晚安。哇！即届大熊真正生气啊！去互骂的只好家己转去厝啊，哪行哪细细念。伊嘛未免伤歹啊吧？无礼貌的大熊，真讨厌。去互挂断伊只好家己鼻仔蒙蒙的转去厝诶，摕册出来看。足久以前，有一个甲册摕出来念了后，念无两句，伊煞家己困去啊。毋过颠倒是大熊去互吵起来了后，煞无法度搁困转去啊，只好爬起来做饼。我从来毋捌遮尔生气过。一声害伊无法度困，颠倒是精神真好的煞困去啊。各位小朋友，今仔日的故事，毋知恁有介意无？后一届搁再相会哦，再见。